帮你去点点赞呀。你这个点赞怎么那么低啊？人气也不低啊。家人们一起帮橘子点点赞啊！谢谢。一起帮橘子点点赞，然后就结拜了。家人们一起点点赞，欢迎新生命，谢谢所有的粉丝分享和人气，谢谢所有的人气还有21张，谢谢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接上大组的我要谢谢，接上大组的再见，谢谢。哦吼。招呼一下我们出去啊，就出去点点赞，做做人气票，大家帮忙分享一下，是不是？谢谢逍遥一组哥哥送出的人气票，谢谢。就跳了一半一半的。